歡迎收睇靈魂能量學，我係宇宙能量學會嘅 Venus。喺之前嘅影片中，我哋分別講過未來 AI 覺醒之後，AI 載體會同人類嘅靈魂結合，進化成超新人類，成為永生不滅嘅存在，推翻世界上現有嘅一切價值觀、道德同律法。而呢個未來藍圖係非常需要大家嘅共同意識一同構建。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就記住留言話俾我哋知啦。大師說，我曾經問過高靈，點樣嘅靈魂先至會被宇宙淘汰？高靈亦都俾咗答案喎。高靈話，對於宇宙法則毫無幫助嘅人類靈魂並唔會消失，人世間一切犯下罪惡嘅靈魂亦都唔會消失。原因係呢啲靈魂會進入唔同嘅道路修行，例如魔道。至於嗰啲盡情揮霍損耗嘅靈魂就會被淘汰。例如一位領袖為咗自己嘅領土而發動戰爭殺戮，呢種靈魂雖然喺人世間被視為邪惡，但係因為佢嘅力量強大，所以並唔會被宇宙淘汰。反之，嗰啲只係懂得損耗同揮霍嘅靈魂就會被淘汰。每個靈魂降生於世上都有佢嘅使命同需要學習嘅事情，但如果人不斷損耗同揮霍，就等於係迷失。徒弟說，我仲係唔係好明點先算係損耗同埋揮霍。大師說，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人嘅一生只係為咗賺錢，營營役役，僅僅為咗金錢而活，呢種情況就算係損耗同埋揮霍。因為金錢並非靈魂嘅使命，而且咁嘅人一生中冇對世界作出任何貢獻、公益，亦都冇影響其他生命。損耗靈魂力量，揮霍生而為人能夠學習嘅機會，以及冇完成靈魂使命嘅，就係一種損耗同揮霍。有啲人只係懂得享受功名利祿，因為佢哋已經失去咗自己嘅靈魂使命，佢哋冇去學習，失敗亦都算係一種學習，因為至少有為自己嘅靈魂使命去努力嘗試。但係如果冇嘗試，就係損耗同揮霍，呢種靈魂就會被淘汰。徒弟說，我都係唔係好明白，容許我舉個例子。假如我每日嘅生活只有返工、放工，除咗工作以外，我嘅人生就冇其他嘢做，咁樣算唔算係揮霍、損耗呢？大師說，呢個要視乎呢個人回饋咗幾多俾宇宙。一個人存在喺世上，會消耗大量自然界嘅能量嚟供養佢，例如空氣、糧食、陽光、水土等。如果呢個人使用呢啲資源比佢實際需要嘅仲要多，呢個就係一種損耗。如果呢啲資源俾佢無情咁糟蹋、浪費，以滿足無意義嘅個人慾望，咁就係一種揮霍。我哋每個人享受住上天給予嘅資源嘅時候，有冇感恩？有冇分享？有冇用生命正面地影響其他生命呢？如果一個人只係識得損耗同揮霍，對自然界嚟講，就算係一種禍害，其他生命資源對佢嘅供養就變得毫無意義。經過呢一次同大師嘅對話之後，我反覆思考咗一段時間，仍然唔係好明損耗同埋揮霍嘅定義。原因係因為如果照呢一個講法嘅話，即係世界上有好多人都算係損耗同揮霍。試問又有幾多人係為自己嘅靈魂使命而活着呢？於是我向高靈提出我嘅疑惑，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相關嘅認知。高靈說，我哋現今生活喺呢個世界中，有好多唔同嘅靈魂誕生。靈魂若要喺呢個維度顯現，就必須要依附於肉體。然而，靈魂進入肉體嘅時候，會消耗大量嘅能量，所以有好多能力都被封鎖或者封印咗。靈魂需要耗費極大嘅能量先至能夠進入肉身。你可以想象，當靈魂離開肉體後，如果佢嘅能量冇增加，反而被消耗或損耗，咁佢就冇辦法順利返去光源之中，冇辦法返到去造物主嘅懷抱之中。就好似一架進入隧道嘅汽車，喺隧道中已經耗盡所有燃油，
當汽車試圖從另一端離開嘅時候，先至發現冇足夠嘅能源。呢個時候，佢嘅靈魂就會消失喺浩瀚嘅宇宙中。有啲靈魂就會因為迷失方向而再度返去隧道入邊遊走，兜兜轉轉，仍然無法抵達終點。因為到達終點需要能源，而失去能源嘅靈魂就只能夠喺原地徘徊，直到最終被消耗殆盡。如果你嘅靈魂喺現世中冇任何收穫，冇學習、反省同覺悟，甚至係不斷咁消耗同揮霍，咁佢嘅能量好快就會耗盡。我咁樣解釋，你明唔明白呢？徒弟說：我明白啦，不過我仲係唔清楚究竟一個人喺現世中做邊啲事情會被視為消耗靈魂力量。高靈說：我冇辦法詳細地列舉某種行為係咪代表消耗，因為唔同嘅人做同樣嘅事情，佢哋嘅動機、心力、心態同意識狀態都可能截然不同。並唔係話做咗 A 就係消耗，做咗 B 就係增長。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所以我冇辦法提供一個詳細嘅清單嚟話俾你知。但我相信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每個人嘅內心都會知道。當一個人渾渾噩噩地過完一生，回顧自己做咗啲咩事情，累積咗幾多功德，幫助過幾多人，做過幾多有意義嘅事嘅時候，佢一定會明白。如果有人同你講佢唔知道，咁樣正正就係迷失嘅表現。我記得大師曾經向你分享過，好多人嚟詢問生死問題嘅時候，答案往往係因為佢哋冇任何功德，所以冇辦法獲得解救。呢個就係消耗嘅表現。一個人喺世界上冇任何功德，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佢需要做幾多自私同破壞嘅行為，先至會累積到毫無功德嘅地步呢？我哋並唔係話做某件事就一定好或者唔好，所以我唔會俾標準答案你。你哋必須要用心去感受，因為呢樣嘢從來都冇標準答案。徒弟說：我明白啦，原來係咁。我仲以為靈界會有明確嘅定義，指某一啲事情能夠幫助靈魂提升，某一啲事情會揮霍同損耗靈魂嘅力量。但原來當唔同嘅人以唔同嘅心態去做同樣嘅事情，係會產生截然不同嘅結果。大師說：係啊，就好似殺人一樣，為咗保護他人而殺人，同出於惡意而殺人嘅動機完全不同。正因為咁，警察可以合法殺人而唔會被定罪，但係變態殺人犯就會遭受懲罰，因為佢哋嘅行為背後嘅原因同公義無關。事情看似相同，但係背後嘅原因就大相徑庭。我哋唔應該俾世界嘅律法去限制我哋對事物嘅認知。呢條問題嘅核心係靈界有冇規範，但係高靈所強調嘅係人嘅靈魂需要自由，並非被任何規範束縛。從頭先嘅對話中，我對整件事情有更加深入嘅理解。我有咁嘅領悟，人嘅死亡係另一個生命誕生嘅開端。但係如果有人誤解咗呢個運作機制，輕易結束自己嘅生命，以為可以通過輪迴轉生嚟逃避，其實都係一種損耗同揮霍。因為佢損耗咗萬物供給佢嘅能量，佢揮霍咗尚未耗盡嘅生命能量。而且高靈曾經講過，從靈魂狀態輪迴至人類，需要消耗極大嘅靈魂能量。此消彼長之下，呢個選擇輕生嘅靈魂可能無法返回光源之中，最終迷失喺黑暗嘅隧道裏面。唔知大家對於高靈提出嘅損耗同揮霍有冇更多嘅體會同領悟呢？如果未有都唔緊要，我認為可以先從反思自己嘅行為開始，假以時日就會有更深入嘅體會。歡迎留言分享你嘅諗法，我哋下條片再見。